當初唔聽勸買一樓連朗房，貪平買入，賣樓蝕40-50萬都冇人要。私隱為零，加埋黑到似地庫，千祈唔好買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歡迎嚟到大粵頭條，我係主播 Chelsea。今日我哋嚟傾下一樓連朗房，千祈唔好買，蝕40-50萬都難甩手。打算買一樓貪平買連朗房嘅老友記即刻停低啦！我表弟貪平買一樓連朗房，收樓先發覺黑到似地庫，私隱為零，賣樓蝕40-50萬都冇人要，後悔到隨心口。各位老友大家好，今日專登講下一樓連朗房呢個超級大坑，準備買樓，尤其係中意貪平揀低層嘅朋友，就實要睇埋呢條啦，唔好重蹈我表弟嘅覆轍。好多人買樓中意貪平，見到一樓比樓上平咗成10幾萬，又諗住老人家出入方便，就鬼迷心竅咁亂咁落訂，加埋買嘅係期房，睇唔到實際嘅情況，淨係聽個銷售亂吹。收樓先知道後悔，一切都遲晒。呢個係我表弟5年前嘅親身經歷。當初全家都勸佢唔好買一樓，佢就執意要貪呢個平，結果收樓3年，毛坯擺到而家，唔敢裝修，唔敢入住，想賣又蝕到喊，簡直係攞苦嚟辛。今日我就火滾滾同大家拆開講，一樓連朗房到底有幾咁中伏？點解會黑到好似地庫？私隱差到離譜，同埋買樓千祈唔好貪平呢個道理。呢條片句句真料，唔講半句廢話，幫你哋避開呢個致命大坑。先同大家講清楚啦，我表弟當初點解會鬼迷心竅揀呢套一樓連朗房呢？當初佢覺得自己執到寶，點知原嚟係執到個炸彈。第一個最核心嘅就係貪平啦，呢個係大部分人中伏嘅根源。一樓單價係比樓上正常嘅樓層平成千一尺嘅，一套100幾尺嘅樓直接平咗10幾萬。對於買樓預算比較緊張嘅人嚟講，10幾萬真係唔細數。表弟當時一計數，個心諗平咗10幾萬，裝修錢都慳埋出嚟啦，即刻心喐喐。第二個誤以為採光夠，銷售當時亂咁吹，話呢個一樓係小區最南排，正南向無遮擋，採光絕對係冇問題嘅。就算係低層，日頭都光猛到極。表弟去現場粗略咁睇個客廳，的確係幾光下，就信以為真啦。第三，老人家中意，屋企長輩一聽係一樓，即刻贊成，話唔使爬梯，唔使等 lift。出入超方便，老人家行動不便，一樓最貼心啦。而且長輩諗住，萬一有火災啦、地震啦，一樓走佬都快啲，安全感十足，完全唔使擔心高層逃生嘅問題。再加埋銷售就吹到天花亂墜，話係中間戶，北邊有連朗，實現南北通透，格局方正。表弟越聽就越心喐喐，完全唔聽家人勸，直接落訂買咗。收樓嗰日，一開始睇客廳。的確同埋預想差唔多，光線都還算 OK， 仲以為自己執到平啦，點知一行入北邊嘅房間同埋廁所，即刻個心涼咗半截。後續住咗2晚之後，更加發現咗各種致命嘅問題，灰到牆都青埋。重點係呢個並非係個案，係絕大部分一樓連朗房嘅通病，只係發展商同埋銷售賣樓嗰陣打死都唔會講，專呃呢啲貪平唔識樓嘅買家，買期房就好似拆盲盒咁，一唔小心就中伏啦。我表弟收樓之後，先發現呢一套一樓連朗房簡直係滿身瘡痍，3個致命問題，個個都無法忍受，住都住唔落去，賣都賣唔出。第一個超級大硬傷，北邊黑到離譜，簡直同埋地庫一模一樣，呢個係最癲嘅。好多人買連朗房都唔以為一樓到頂樓北面都有連朗，南北通透絕對冇問題。大錯特錯啦！一樓、2樓北邊根本冇連朗，淨係得一堵實牆，3樓以上先至有連朗。銷售賣樓嗰陣完全唔講，專呃人。你哋睇下啦，北邊廁所日頭日白都要開燈，黑到伸手唔見五指，入去就好似入地庫咁，陰陰濕濕，潮到發毛。隔離北邊嘅房間一樣暗到喊，太陽光完全射唔入，日頭都要長開燈。所謂嘅南北通透根本就係呃鬼食豆腐，得個客廳南邊有少少光，其餘北邊空間簡直係暗無天日，住落去都覺得壓抑啦。收樓3年，表弟就因為太暗，一直唔肯裝修，擺喺度生塵，每次見到都心煩。
第二個私隱度為零，住到驚驚地，晚黑瞓唔着。表弟收樓之後冇裝修，都試過住2晚，結果驚到失眠。晚黑11點，有人喺樓外行嚟行去，距離個窗淨係得1米，貼住窗嚟行，瞬間驚醒。高樓層完全唔會有呢個問題。第二朝凌晨6點，物業阿伯喺樓下淋草，直接透過窗同埋佢四目相對，尷尬到死，毫無私隱可言。佢同埋老婆講，老婆直接鬧爆：你一個大男人都驚到瞓唔着，如果你唔喺屋企，我一個女人住喺度，晚黑點瞓啊？萬一得罪人呢？人哋知你住喺1樓，隨時爬窗入嚟，後患無窮。自此之後，表弟更加唔敢住啦，呢套房直接變咗棄置貨。第三個賣樓喊到蝕，平20-30萬都冇人問津。表弟見住唔到啦，想賣樓止蝕。當初買嗰陣就平翻樓上10幾萬，諗住賣都平10幾萬，肯定有人買。點知啊，現實殘酷到極。二手房係見到即所得，買家一上門見到北邊黑到似地庫，冇花園，私隱又差，全部搖頭就走。中介直接話呢啲1樓連廊房冇花園，硬傷明顯，2樓要比樓上平翻20-30萬先至有人考慮。表弟咬咬牙，直接平咗30萬嚟放盤，已經蝕緊40-50萬啦。點知買家仲要揸埋大彎刀嚟斬價，一唔同意就鬧啲缺點黑。私隱差唔實用，句句插埋心窩，賣樓賣到心力交瘁，真係悔不當初啦！見到表弟嘅慘狀，我總結咗實用嘅解決方法。無論係準備買樓避坑，定係已經買咗1樓連廊房想補救，都要記實呢幾招。第一個，買樓千祈唔好貪平，1分錢1分貨係硬道理，唔好為咗平10幾萬買1樓連廊房呢啲有硬傷嘅樓，買嗰陣係平啦。賣嗰陣會平更多，蝕錢又住得唔舒服，寧願儲多啲錢，買翻正常嘅中高層，硬傷少保值，住得舒適，先至係最穩陣。第二個，買連廊房一定要確認樓層嘅結構，唔好信銷售亂吹。尤其係低層，一定要問清楚1樓2樓北邊有冇連廊，最好親自去現場睇，唔信戶型圖，唔信沙盤，實地體驗採光同埋私隱。有條件嘅帶埋專業嘅人士一齊去，避免被呃。第三個，優先揀多數人接受嘅樓層同埋戶型，唔好亂買偏門貨。買樓唔係買孤品，中高層藍不通透，採光好，私隱足嘅戶型，大多數人都接受，將來出租賣樓都容易。1樓連廊呢啲偏門貨，只有極少數嘅人會考慮，後續出手超級難。第四個，已經買咗嘅就唔建議蝕大本賣，裝修修補先係上策。好似表弟咁，賣樓要蝕40-50萬，真係唔值得，不如使錢請埋專業嘅設計師，好好地裝修，做埋奶油風啦，現代簡約風，用燈光設計嚟補採光差，加埋窗簾遮光紗，保障私隱。裝修好之後，無論自住定係出租，都比毛坯好。將來賣樓精裝修都比毛坯好賣幾倍。第五，預算唔夠嘅，寧願等或者係換小區，都唔買硬傷樓。如果真係預算有限嘅，買唔起正常樓層，寧願等多排，儲多啲錢，或者係換細啲嘅單位。平價小區都唔好貪平，買翻1樓連廊房，居住體驗差，保值差，只會攞苦嚟辛。第六，買二手樓，見到即所得，避開期房盲盒嘅風險。驚住買期房中伏，直接揀二手樓，實地睇採光啦，私隱樓層，見到咩樣就係咩樣，唔使擔心收樓同埋預想唔同嘅，後悔都冇得頂。我直接將1樓連廊房同埋正常嘅中高層樓做埋全面嘅對比，邊個係寶，邊個係坑，一目了然啦，唔使再貪平亂咁買。價值同埋保值，1樓連廊房買嗰陣就平翻10幾萬，睇落係執平啦。二手放售要比樓上平翻20-30萬先至有人問，蝕錢都難賣，保值嘅能力極差，純粹係負資產。正常嘅中高層買嗰陣就貴翻10幾萬，二手放售價格穩定，唔使大幅降價，買家搶住要，保值嘅能力超強，將來換樓都易出手。採光同埋居住嘅體驗，1樓連廊房北邊冇連廊，得實牆，黑到似地庫咁，大白天要開燈，潮濕陰暗，壓抑到極，私隱差，有人貼窗行，住得驚驚地。正常嘅中高層藍不通透，採光充足，光猛又光爽，私隱度高，唔會有人打擾。
居住體驗一流，住得開心又放心。出入同埋適用嘅人群，一樓連朗房，老人家出入方便，但係冇花園，長輩都唔中意，年輕人完全唔接受，只有極少數貪平啦、預算極低嘅人先會考慮。正常嘅中高層電梯方便，老少咸宜，大多數人都接受，無論係年輕人咧、長輩啦、家庭客都中意啦。適用嘅人群講後續處置。一樓連朗房毛坯難租難賣，蝕大本都冇人要，裝修成本高，要靠埋裝修嚟彌補硬傷，手尾超長。正常中高層咧，無論係自住啦、出租、賣樓都超級順暢，冇硬傷，隨時可以處置，唔使操心。性價比，一樓連朗房表面係平啫，實質隱形嘅成本超高，蝕錢加埋居住嘅體驗差，性價比超低。正常中高層表面貴，實質保值，住得舒適，後續冇煩惱，性價比完勝一樓連朗房。總結一句，一樓連朗房就係表面平，內裏就難返。正常中高層先至係穩陣之選，買樓千祈唔好為咗一時之平，毀咗自己幾十年嘅居住同埋財產啦。其實買樓同埋拍拖一樣，唔好淨係貪對方一兩個優點，更加要睇自己能唔能夠包容缺點。一樓連朗房得個平同埋出入方便，但係硬傷大到無法彌補，黑啦、私隱差、難賣呢啲都係致命問題。就算優點再突出，都掩蓋唔到缺點。而家好多人買樓都係預算有限，想貪平執漏，但係市場從嚟都冇免費嘅午餐，一分錢一分貨。買樓係成世嘅大事，唔係買餸，唔好為咗10幾萬換嚟幾十年嘅鬱悶，同埋蝕幾十萬嘅風險。人人買樓都有遺憾，但係唔好搞到好似表弟咁，遺憾到無法居住，蝕到喊。買樓寧願買多數人認可嘅樓，都唔好買偏門貨，起碼將嚟唔想住嗰陣都容易出手啊！如果真係買咗呢啲有硬傷嘅樓嘅，就唔好急住蝕賣啦。裝修修補先係最好嘅辦法，用設計嚟補缺點，變廢為寶，先至係至聰明嘅做法。總之買樓千祈唔好鬼迷心竅貪平，醒醒定定，理性啲先至唔會中伏，唔會灰到搶到青埋。好啦，今日將一樓連朗房嘅中伏經歷同埋被坑嘅方法全部講晒俾大家知，希望大家唔好似我表弟咁貪平負一世。身邊有朋友準備買樓，中意貪平揀一樓嘅，即刻轉發俾佢，等佢哋避開呢個超級大坑啦。有咩買樓經歷或者對一樓連朗房有咩睇法嘅，歡迎下邊留言區一齊傾。我哋下期再見，記得點埋關注啦。